白来到年节啊，糕仔饼的店头都无用试试。台北龙山寺附近有一间70年的老饼店，头家除了发过胶做，阁有用红菇、芹仔甲红叶做的菇芹圆。为发价底部啊，到吹起来，街头巷尾大概是拢学落价，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 时间一个到，路门拍好开，烧火火的法柜就吹好啊！这间我龙山寺有70档历史的老饼店，已经传来到第2代。见摆若过年，都才袂煞的订单。头家表示，年仔节啊，除了法柜，真侪人嘛会来买菇芹圆，求一份喜气。除夕进前吼，大家买的物件就拢买一寡甜粿、发粿吼，啊个菇芹圆来拜拜。因为过年吼，除夕时吼，有人会拜天公。 拜天公的话，咱讲菇来讲吼，就代表健康长寿。红叶哈代表圆满，芹仔吼是代表财富，发粿是代表发财。手工制作的糕仔饼要好食，上大的秘诀就是用糯米经过3摆的发酵，片起来唔但有香气，食起来嘛真杂精，而且为着符合现代人的口味，糕仔饼内底的鸭全部减糖30%。不过买手发起来过程有真侪需要注意的所在，一个袂拄好就规组去了。 你头前做好了吼，你后壁的迄个发的时间要抓好，发的时间你也抓无好了吼，你若讲无够发，伊会伤长。你若发过头的话，伊变做讲伊会蔫去。热天伊的时间爱较短，因为热天较热。你若寒天伊发的时间爱较久。所以讲伊发的这款功夫来讲吼，你若讲要训练吼，可能5年10年才训练得起来。油弄好了，规个落去。 哦，袂使伤深哦。伊咧拍红的吼，顶头甲下骹会掺一寡油糖。店后的家庭工厂，一边咧做法粿，一边咧拍红皮做菇芹圆。所有的糕仔饼伫同一个时间小连续做。头家讲，当初时兄弟仔甲爸母留落来，手过店头摕起来，对外行做甲变内行，为的就是甲这份家传的香味传落去。老店同重要就是讲传承，把这物件做好了，让互旧的人客。 新的人客拢会当接受。对饼店头家来讲，店口排规排的糕仔饼，包的是一份对文化、对技术的期待。手工老店的香味，伫年节时阵，搁较互人笑脸。记者麦上英曾准佑台北报道。